朋友，收听关来广播电台厝边隔壁的节目吼。今日咱要来专门采访中华县议员徐亚玲、柯雅林的这个议员，甲大家招呼者吼，爱说一者。感谢咱的主持吼，咱伫线顶所有的即个听众朋友吼，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县议员徐亚玲。这徐亚玲是咱少数，嘛，即摆袂少啦，种硕士吼，学历足悬的议员吼。而且像阮当初，阮初参加政治的时阵，议员差不多拢初中毕业的，即摆拢硕士留学足侪吼。所以你嘛是亚洲大学嘛吼。是。亚洲大学休闲管理系甲经营管理系吼，学历足好。咱嘛是青商会理事嘛吼。对。我听足感慨，就讲当初伫青商会训练是一大批，民进党足侪从青商会训练出来。青商会训练有2项，一项就是开会啦，怎么开会，一项就是组织啦吼。这对我，不管我私还是公的，对影响足大。包括我做立委，去做这个做立法委员吼，也是考试院长咧主持会议、参会议，拢足有路用吼。你即摆青商可能无像阮这种遐严啦。阮这种足严，阵啊，拢爱伫遐现场演练开会，拢甲主持人闹开。一个朋友拢足受气，讲你甲闹开，阮拢一句讲闹开就进步。你主持会议错误、程序错误吼。就甲你讲你袂使安吼，你也足受气讲对方没有面子，就讲闹开求进步吼。所以我想恁这少年，很多事情啦，莫讲长辈甲恁讲啦，若是选民甲恁讲，你嘛是爱虚心接受啦吼。所以即摆，你顶摆，你迄算啥物区啊？我是中华花坛分行即个选区的。对，毋是种，我是议员，我是个代表，所以咧中华即区吼，大区吼。你的票源拢是伫中华区较侪吧？中华区，甲分恒乡，因为我算是分恒乡的人。你咧分恒乡的人？嘿，我是分恒大竹村的，阮遐拢细库的。大竹村，大竹毋是大竹肉圆遐大竹哦，毋是啊。迄是中华是大竹，咱分恒乡嘛有一个大竹村。伫倒一条？伫即个139县道，等于是已经算较过一丝啊，就是算南投维热山丘迄边。阮聊了伫迄个。嘿，遐嘛一个大竹，还是大竹村，中华是大竹里。对，阮一摆只要较早咧选举有当宣传车弄到遐，人就讲，这是南投咯。嘿，伫迄个交界。是，伫迄个交界。遐是大竹村啦吼。嘿。是，你是。做1任的了吼。嘿，即摆是头1任，年底要来拼2任。所以你即摆大家足关心着咱中华足侪问题啦吼。你先甲咱听众朋友讲，你做议员1任的感想是安怎？了解。好。伫这头1任的议员吼，其实我特别针对着即个囡仔的部分吼，会当讲是我特别注重的部分啦吼。因为自我上任以来吼，其实有真侪即方面的。你家教囡仔？我还袂结婚，也无囡仔。你也袂结婚就个人囡仔？袂，因为我本身嘛真喜爱囡仔，当然一开始是因为有真侪即方面相关的即个服务案件，不管是伫囡仔、学生甲学生之间的，还是讲学生甲老师之间的问题。甚至是伫咧这最近一件是会当讲是即个媒体嘛拢真有甲报道的代志，就是有囡仔伫即个幼稚园内底吼，伊的即个私密部位拢有受伤的情形，即个案件会当讲是我甲甲教育处甲县府安尼来回离伴的时间啦吼，咱咧争取一寡即个囡仔的权益吼，会当讲是。互家长吼，甚至是阮吼，大家可以说是心力交瘁啦。所以这更加是我想着我未来吼，我即个目标一定是爱，互即个制度更较健全，互咱大家拄着代志，不管是即个教育处也好，县府也好，拄着代志，伊到底有一个标准的即个作业流程无？你若无甲即个流程做好，你未来拄着代志，你共款是乱七八糟，对。
这议员也几落种吼，这议员甲阮哋这立法委员共啊嘛是几落种啊，就你咧讲大嘛是咧讲民生，这福利啊，但是也有有的人是较重视全县的发展吼。对。你讲我嘛是肯定你的做法，但是一方面，我感觉讲咱彰化县的议员吼，最近大家咧讲彰化县几个问题，比如讲，院辖市、院辖县的问题吼。啊，第二讲彰化，做车站高架化吼，都市计划的问题，这问题吼，看起来真侪咯。你也毋是咧选县长啊，不过议员就是咧监督县长嘛吼。啊，所以我相信你除了在幼儿园，这拢较社会福利啦吼。社会福利啊，像就像我做立委嘛是拢做社福吼，阮查某囝伊嘛读social work 社工，伊嘛拢，所以伊较重视是智障儿童的啦，智障儿童。啊，我阵仔做律师，真侪时间拢咧参个智障，较早无种法律啦，所以阮阵仔台湾有一个做全国什么社会福利。残障社会福利协会，我去做董事吼，迄是我妇人社派我去的，啊不，应该是狮子会派我去，你也是做过狮子会，派我去，因要求阮派一个律师去甲因斗处理，迄都是根本都无啥物法律咧保障残障人士一寡观念啥吼。因为我美国咧去读册，大部分咱读贫穷问题啦。贫穷当然主要是住宅问题 ，housing problems 哦，住宅问题，然后就是平民问题足侪衣食住行，住宅，我大学研究所是读住宅问题的吼，主体违章建筑，啊到美国当然继续读 housing problem， 都市里面的住的问题，所以个人做无共款。你咧做也嘛足有意义啦，我肯定就是讲，啊。就做议员来遮做节目咧讲，咱彰化县吼，其实会当搁较发展，啊，若无搁发展吼，咱一寡资源人吼，拢去游去台中去，咱愈来愈害啦吼。咱甚至人口有人咧话讲，即项要做院辖市、院辖县吼，无，但是咱拢好多人口不够嘛吼。最近你看到国民党的一个候选人咧写讲，为什么我们不做院辖县哦？伊毋知影迄都毋是人的问题，这是人口问题。应该讲安怎互咱彰化县的人搬倒转来吼，啊，外口人搁搬倒入来，安怎少的机会，安怎得到，而不是说我们不想，有无很奇怪嘛？然后不想做院辖市吼，你不想嘛？他一直在问哦，这也袂使怪县长，袂使怪乡啊。啊，你若要做政见，敢毋是讲安怎吼？咱彰化县人口会增加嘛吼？啊，当然，你照顾这以外吼，有咧讲，将来就业，彰化其实嘛有工业区啊，几个工业区啊嘛用个中央的工业区，像或者。江滨工业区拢中央的吼，嘛是有，毋是无，但是好像都市计划的原因吼，造成咱彰化人，你看台中什么期第一期去吼，咱彰化好像有这个问题，你有咧注意即个的问题无？有是，像拄则即个主政嘛，有特别讲到即个问题，会当讲是咱彰化人拢非常关心的问题。啊，若伫阮彰化市来讲，其实大家。应该10个人拢安尼讲啦吼，咱看人园林即几年来发展了偌好，园林市人发展了偌好，所以对，所以我讲，上大一个部分的原因，阮拢认为讲应该要为即个彰化即个东区啊，即个特定区即部分来努力。但是即几冬以来吼，会当讲是王县长，尤其是伫咧最近即段时间，应该是为旧年开始吼，伊所提出的，伊颠倒是甲即个重心放伫即个彰化市即个西区的即个交流道特定区即个部分，伊甲伊的即个重心是放伫即位啦吼。啊，当然即个部分甚至伊嘛有讲着讲要起即个大巨蛋啦吼。啊嘛，针对即个部分，其实我伫议会嘛甲质询过，你要起一个大巨蛋，毋是你想的遮尔啊简单，遮尔啊容易。吼，像即个日本，
即个北海道火腿队因较早因伫迄个北海道迄边，因嘛有捌一个巨蛋，但是即马即粒卵是完全是荒废状态，无人敢做嘛。第一点，伊的金额真悬嘛。第二点是伊的场地相对很大，对，毋是讲大家拢有法度用，你要办一个演唱会嘛，毋免无需要遮大的空间，所以变做是这个需求性真的不大。重点是咱伫隔壁的县，咱隔壁的市这台中市，人伊嘛要起巨蛋啊，所以台湾真的需要这么多巨蛋嘛？所以这嘛是我伫当初是嘛伫。这王观念足奇怪，顶摆虽然讲要做捷运到乡下，捷运安怎？是。啊，捷运是都市的，都有咧用，乡下是农业区、农业地区是目标，农业要是到落落到马市，都市从世界拢共款，捷运是都市咧才有的吼。都是你讲，你同时也去看，嘛毋捌讲乡下有捷运。没有这回事啊！巨蛋嘛已经是大都会才有法度，所以你讲北海道吼，北海道我饲袂饱嘛，巨蛋，你捌去看吗？我毋捌去看，但是因为我对即个议题，我对棒球即个运动我嘛真关心，所以当初是王馆长咧讲即个议题时阵，我嘛是做有用非常侪时间来去做功课，才了解到讲原来日本即摆总共当职业球队他不愿意再承租这个大巨蛋的时候，会面临到的问题就是它变成一个大型的蚊子馆。啊，你开遐侪钱，啊，无一定有即个效果，安尼敢有需要？你是谁甲讲的？是大巨蛋都毋是庄脚。对，这毋知伊雄雄就提出即个部分。庄脚要做，庄脚是交通，这拄仔问这交通交通吼。咱南北交通足入便，东西交通都无足入便。咱要去丰原啊，要去鹿港哦，干一条74啊啥吼，东西嘛怎么东西其实嘛毋是东西，有点东南到西北吼。伊是就像做管理去阵交通部这全国的计划要12条东西向的。啊，咱中华是第一摆做吼，第首先做，主要因为咱有大量的海水沟边仔起起来，看民征收土地，所以咱先做。啊，但是伊也毋是真正东西啊，是小可斜吼，到西北吼，东南到西北吼。庄脚爱是道路跟巴士的，毋是捷运啊，即摆都创在大巨蛋，大巨蛋啊，钱尾倒会来？钱尾敢是着讲看中央退得出钱。所以，迄当阵伫议会质询的时阵，我其实有甲王馆长吼，我有甲建议讲，其实咱要起这个大巨蛋吼，咱不如来做一个会当争取到这个职棒春训基地的所在。就是伊即个所在其实是一个真宽的所在，但是内底有真侪大大细细球场。伊即个球场，因为其实即马真侪咱台湾敢若咱台湾的职棒就6、7队嘛。啊，其实因伫逐年等于比赛进前，因拢有一个春训的期间，因其实真需要一个所在，尤其咱中华的天气会当讲是上稳定。甚至莫讲咱台湾的球队，包括着日本、韩国，其实因即马因嘛拢足希望会当来台湾，迄段时间会当来到台湾。会当来春训，互球员会当练习，会当互因来比赛，甚至大家搁较侪交流。另外，搁一个重点是，我想即个若有即个春训基地的所在，其实对咱在地的一寡即个小球员们吼，其实他们真正他们使用到，伊会当使用到的机会较悬，这才是真正一步一步要来提升着咱中华县。你讲即个囡仔，运动的囡仔，互因有即个机会来提升伊的水准，我感觉这才是一个较适当的方法啊。但是当然，伫即个质询了，其实王馆长嘛无啥物无任何的表示啦吼。啊，当然伊嘛是看起来伊嘛是较无真为止，伊嘛是较希望讲要来起即个大巨蛋啦吼。所以我感觉即部分真正是有不切实际啦，不切实际啦吼。中华县爱毋是大巨蛋吼，大巨蛋真正是饲袂饱啦，饲袂饱吼。啊，迄个多几个，我逐摆做议员来上节目，拢听咧讲这都市计划吼，即个你敢知中华都市计划一向很糟糕呢吼，你可能毋知影，你有注意一下，中华市无公，你知影无？有无？你知影为什么吗？毋知。你中华人你毋知影？中华市日本时代是有公园的，伫较早迄个做羽毛屋遐有无？伊就是公园的。
啊，有一年即个倒即县政府县长，还是县长，还是议员吼，都市计划委员会将把即块公园用地甲伊八卦山，啊，所以彰化，咱有法律规定多少人口要多少面积的的公园嘛，吼，咱台北人讲，台北都有，日本现在都有新公园啦，吼，啊，纽约你嘛知影着，中央公园吼，啊，台北到尾，迄讲大安公园，这都是较早人日本人规划，吼，规划都市发展一定有两个公园，一个大公园，一个是邻里公园，吼，咱彰化好像也很少邻里公园。最近呐，新的社区都有，讲就内部附的都邻里公园吼，水啊。对，拢较细细个吼。啊，做即款的都市计划，我捌做过都市计划委员做一年，做啊毋敢做吼。啊，逐个咧关心，毋是讲咱一个都市的发展需要安怎，逐个关心即个土地要变做商业用地，要变做啥变来变去。啊，伊到彰化。日本在规划公园用地，就是变做商业用地啊。啊，中间当然有遮复杂的这问题吼。你想看以后迄个土地上买去就知影。啊，公园发展应该有诶公园去八卦山吼，你拢毋知嘛吼。啊，可能彰化人也无几个知，啊，即摆要搁移到顶也是无法度。彰化市要搁创一个公园。真困难吼，即唯一就是讲新的社区加做一寡，都咱彰化人就是讲要散步去八卦山，八卦山那公园，都市内公园跟山地的公园是不一样吼，所以你即点足认真的用迄落吼，咱即个。你还要讲做一任的议员的感想，你继续佫讲。当然，我想这一年来感想中，其实我感觉颠倒是吼，我互民众教真侪代志。因为咱伫处理一寡案件的过程当中，真正是我感觉我学到的是愈侪。因为讲咱逐工会接收到即个民众的陈情案件也好，是讲咱发现的问题，其实每一个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啦。啊，所以会当讲是咱要来处理即个问题之前，咱着爱先来了解，咱着爱先来学。比如讲我对即个囡仔的部分，较早我对这法规嘛无遐了解，但是因为我接到即个案件了后，咱着爱开始来去做功课。包括咱对即个大巨蛋到底要起，要是敢有适合即部分，咱着会开始来去做功课。所以这4年我感觉是颠倒是我互民众教真侪，我借即个机会学到真侪各式不同部门的问题。啊，要安怎来去解决？有当阵处理代志，毋是讲一定爱向对向毋对，没有一定要，不是一定有一个对错。要安怎甲代志顺利解决，互双方面拢会当圆满，这嘛是我去学到的部分，就是处理代志的即个智慧。第一任做议员当然爱学啦，但是你即摆搁选到第二任当然无共款啦吼。第二任当然是无共款，咱彰化都市计划一直大家拢咧谈即个问题，我毋知影是安怎。县政府无啥兴趣，是，你敢知影啥物原因？讲实在，我嘛毋知影到底伊的原因伫倒吼，只是讲大家会当讲是跌破眼镜啦吼，因为甲即2年遮汹汹，咱大家拢认为讲应该是爱先为东区，先为台化即地先来去做起，但嘛毋知影是安怎，伊应该是伫旧年开始吼，最汹汹的伊的规个重心，伊是拢放伫即个西区。即个交到特定区，当然有啥物具体的原因，这讲实在我无清楚。但是也较活落讲啊是。当然，这大家即个猜测的即个原因真济啦吼。啊，当然，我是认为讲，县长应该爱来去听大家的心声啦吼。大家谁人对东区即地会有遮尔啊侪期望，会有遮尔侪期待，是不是也因为它的可行性来得比较高？对。啊，你讲是讲社区逐代敢有咧做啥物代志，敢有做？目前无是讲，对，目前是用讲的方式啦，吼，伊要去大巨蛋啊，要甲县府要刷去倒，拢是停留在这个讲的部分啦，是。县政府要刷这问题，一直拢大家拢咧讲啊，其实县政府要刷谈何容易嘛吼，啊，第二就是爱去县政府，第二，即种。刷一个县政府无遐简单，你知影巴西咧刷一个总统
首都就刷20年吼，才慢慢有起色。当然还有足大的魄力啦吼，当然巴西的情形我有去过，感觉讲，伊巴西就是讲像中国来讲吼，迄首都去伫上海共款，上海伊当时就是海港嘛吼，圣保罗是海港，伊需要较伫巴西的中央嘛吼。当然有咧讲，咱中华县的县政府无应该去伫中华北边吼，应该去伫像溪湖啦吼，还是讲较中遐啦，就较中部吼。但是无就去园林嘛，啥吼。但是迄阵政府有咧一寡重要像法令就通去伫园林嘛吼。但是县府也去伫中华。警察局一定伫中华，税监处嘛伫中华，啥物伫中华，要一下要煞不是那么容易啦。伊咧讲，王县长咧讲，县政府要起要煞都有讲哦。伊是嘛也是安排着一个西区这个教导特定区这边，但是我是觉得到目前拄则主席嘛有讲着，伊到目前拢是用讲的尔，阮其实嘛无看到一个。具体伊到底伊要安怎做，你要安怎做，你有啥物配套措施？其实阮完全是还无收到这方面的这个资料，所以你讲我嘛是感觉讲，应该是停留在说说而已的阶段啦。对，伊无前来讲是安尼。但是无说中华一直拢无发展吼，当然中华人，包括我嘛是拢定定伫台北共款吼，就是讲中华少的机会较无啦吼，较无发展。我种中华阮拢咧做教育较济吼，讲中华人才算济啦。阮伫台北迄阵读书，都中华人边仔中华伫台北读书拢会联络嘛吼。发现伫台北我转来中华真少，吼，我要转来中华嘛，讲我伫台北做律师，才会趁钱转来中华。即中华做律师吼，中华当时会足侪法官咯，啥物律师咯，素质拢甲台北无共款吼。我若伫中华做律师嘛，就无法度发展，袂当发挥我的长处啦吼。台北都发挥，台北较国际化，办外国案件不同的文化有共款吼。所以咧讲你的语言吼，所以语言，你感觉，咱则讲议会啦吼。有人对这议会这议长就感觉足趣味，议长，即摆怎议长甲副议长，到底即摆钱了安怎咧有听讲无？当然，目前听起来是双方面都真有信心啦。当然实际的情形咱无了解，因为就目前来讲，对我来讲啦，我嘛是希望讲先甲家己即个年龄的部分哦，也先甲拼起来较重要，对。是。你做议员。有人去做议员足后悔吼，你会感觉诶？免呢，我袂后悔，讲真个袂后悔。就爱婚丧喜庆拜访民众服务，佮问讯，佮安怎吼？一寡青春拢等伫遐吼。我敢若做3个立委，就感觉做啊足烦吼。我感觉我也无适合选举啦吼。因为我较爱是教册甲写册吼。我家就感觉吼。选民当然足可爱嘛，选的话足无合理嘛，足侪无合理的要求吼。所以你一方面也爱做民众服务，一方面爱问政，较适用迄落吼。有听讲恁咧分组的时阵吼，有足侪拢议长甲恁排还是安怎？毋是恁家会当，还是轮流？你轮流咧分？你讲组员嘛，还是讲你今仔轮流？阮伫议会内底，恁会分组。议会恁议会拢就分几组？阮分4组，但是就是照轮的。比如讲，你头一年是即个教育处、消防局、警察局好啊。第二年你就是共组共遮个人，共这3个人，咱搁刷来第2组，共遮个人搁刷第3。所以你其实所有的你拢会去轮着。对，但是你的组员、你的同事拢是共，恁小组拢是共遮个人安尼。这有好也有歹啦，就是讲。无当有专门讲你对倒一方面有趣味吼，另外就是讲好歹交流。立法委员来讲，逐个拢是足拜访，就是爱逐个拢爱做在政沟通，吼，
我是讲做到国防甲社会，甲做司法，迄是我的专长甲兴趣吼。是。有人讲交通啦、财政啦吼，钱较济啦吼，有足济管军人、管遐，立法委员你管台湾的一寡文化吼，其实也是要提升。中法官其实已经改善足济咯。伫就像我做馆长开始哦，到即摆已经你加足好做啦。伊阵拢时的议员是买票放弃啦，还是反正有改善啦，有改善啦。是。你感觉做议员上快乐的是倒一点？上快乐的对我来讲是即个代志，你甲处理完成的那个成就感。对我来讲，尤其是你看到来找你来甲你拜托的即个人，来甲你请教的即个人，伊是安尼足感动，你甲完成，甲斗相甲完成了，伊他那个很开心的样子，其实讲真诶，你会对伊做伙欢喜，那是一个成就感，我感觉。你做议员做足快乐的过。我真个真快乐。你一定变形一定很喜欢你嘛吼，难怪讲能够和气漂亮啊，个年轻吼，较无共款吼，所以说，但是你讲迄一分两人，小学就分两读的嘛？无，是爸爸因差不多国中的时阵就搬来中华市安尼，是。所以你分两甲你演员嘛有限啦吼。对，但是阮阿公因为伊是去不啦，阮迄村的真侪即个拢咧做即方面的师傅。是，阮阿公有参与着即个大佛，咱中华是大佛，较早内部的一寡即个神像，拢是伊啊，爸爸阮遮的。但是，分两，迄毋是拢伫鹿港较侪嘛？无，其实阮迄村包括伫园林，即摆有一个徐金棒老师，伊拢咧考即个布袋戏迄个红仔，伊嘛是真有名的即个大师，伊嘛是阮拢是共村的，所以阮遐其实在这一方面，这个雕刻工艺是非常有名的。你捌去学无？我毋捌，阮爸爸因拢有较有参与着。是趣味吼，就是所以你参加分组，你上爱是倒一组？我家己当然是教育即部分。是，但是当然像拄则之前讲着，真正是有好有歹，因为你内底发现着，咱是因为咱是一年一轮，所以即个一年一轮，就是讲换组。你是四组嘛？对。你4年都要逐个拢轮着，但是相对的，咱之前拄则讲着，你无法度讲就专精某一个这个处别，但是当然，有好处嘛是讲，你会当逐个拢会当了解着。较袂争执啦，立法委员无这制度，了阮下摆就是讲吼，我上趣味，我是读法律，我爱司法组，足侪人要来做。当然，有些人讲歹听，家己有案件吼，参过司法组当管法院、管检察官等等那个。有好有歹啦，咱讲，咱轮有轮的，大家机会平等吼，大家有啦吼。所以你看起来你做议员做遮快乐迄款吼，咱伊个广告时间了，咱搁刷广告刷了，咱搁来继续来讲做议员的感想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继续进行趣味特别节目。我今日是姚嘉文，我是姚嘉文吼。咱今日是专访中法院的议员徐亚玲、柯雅玲徐亚玲吼。要介绍以前来介绍一寡电影，咱台语文区足侪咱问讲，即摆真诶成甲各位讲吼，即个8月2日是即个拜六吼，咱要放映出一个真出名诶卡通，即摆卡通甲较早卡通甲即摆是无共款吼，你看这卡通画出来拢人工画起足水，做小姐与流氓吼，即摆即款卡通吼，日本的卡通拢画足侪拢是用电脑画出来吼，拢粗制滥造，画真趣味才是。比较讲，你看这画起真水吼，另外爱看布袋戏吼，咱8月23即个礼拜有猪八戒娶某吼，
自北甲带亲，这是西游记的对故事吼。因为人带这种厝拢是爱带囡仔去看吼，带囡仔，光看卡通是拜六啊，布袋戏是礼拜吼，就是新兵五周年吼，真迄款趣味的一个布袋演即个演出吼，欢迎各位带囡仔去大人嘛来去看吼，我就最爱看布袋戏吼，我嘛最爱看卡通吼。即摆讲到彰化县的即个，其实彰化县逐个咧注意，是还是县长较注意。有时阵像阮伫台北吼，定咧问阮彰化是安怎？头前都有为着议长甲伊解这个代志，啊，到尾啊最近，搁即个国民党提名的问题，啊，搁因为国民党党主席，哦，甲彰化县长好像机器人无共款吼，有啊。搁一个讲彰化县应该会赢的所在。彰化县本来彰化县是关键性，彰化县若赢，全台湾都会大赢。吼，彰化县实在讲，民进党逐摆咧选举吼，县长拢毋捌做连任啦，毋捌连任，国民党咧连任，其实足侪是党内家己的问题啦。哦，这是民进党当然，阮研究政党的运作，甲头伫开始，你当也是咧，甲阮民进党有足侪问题吼，今日莫讲这啦吼。是吧？你感觉讲，若你咧看即个县长选举，你爱的吼，县长新的县长有啥物代志甲，即摆县长的做法，希望莫阁共款，你有啥几件代志毋忙？当然，上基本的吼，我认为阮伫议会吼，咧甲县长质询的时阵，其实阮即摆的模式是讲，比如讲我即摆要甲县长，阮要请伊回答，但是伊无一定回答。比如讲，伊就坐咧，伊若无要讲，伊若无举手，后壁的人就知影讲啊，安尼伊无要讲，伊就会紧叫，比如讲啊，处长啊，你起来回答。但是当然，咱是希望讲，我们可以更直接。这种做法是其实不负责任啦，因为议员本咧监督县政府，啊，县政府。有监督，议员应该指定谁回答，毋是讲伊啊无爱回答，叫我有听讲啊，叫处长谁回答，吼，因为负政治责任的是县长吼，啊伊定定安尼嘛。真正安尼，所以就是会看伊，看足非常明显，只要讲伊若无动作，比如讲若讲哦，县长请你回答者，伊若无动作，其实边仔人知影讲哦，要紧随个叫相关的即个处长起来回答。但是对阮来讲，阮要听的是县长，你是咱这个发落咱规个县，你是县长，阮想要听你的即个想法是啥物，阮想要听你的看法是啥物，尤其是你的决定，其实你若一句话你要做，下骹人就会做嘛。所以有时候处长并没有办法代表县长的意思。那咱今仔日伫议会，其实讲真诶，我感觉阮逐边的质询，阮拢真用心，阮拢真认真。当然，阮嘛希望县长也可以用诚心来回答我们，针对我们的问题，来甲阮回答，不要有情绪性的发言。咱大家是就事论事嘛，咱拢希望彰化县愈来愈好。所以当然，阮拢会希望讲未来县长可以让我们有更直接的沟通的方式，会当正面来回答咱的问题。我有听讲县长伫议会咧开会足强势啦吼，伊甚至讲较无听，并讲歹听，讲较实在就是并毋是足尊重议员啦。我讲我就不回答又怎么样吼？即款态度是不应该的，像，然后这不管是中央的院长吼，这县长、市长，拢政治上爱对民意代表负责啊。你处长是事务性的，咱可以讲啊，政策性应该是县长讲得对啊。你处长毋敢讲政策问题嘛？啊，恁质询大部分拢质询政策问题，毋是迄只。迄种事务性，根本都免伫议会讲啊，讲是袂使叫处长来这甲伊说明。政策性的是像顶摆彰化县无爱办迄做，像即摆定咧问个讲无爱办迄做灯会有无吼？了解。伊款诶代志，你叫处长回答，处长要来回答，迄是县长决定诶啊。伊若是你迄阵咧做议员袂？
袂应该是伫我拄要做顶一届迄当阵。迄件代志，因为一年我感慨足深，就是落要去屏东，我甲青都特别走屏东，屏东也是民进党的，屏东比咱较散啦。因为岁数人口拢比咱较少，但是办得足热烈啦。因为一个灯会咧办的时阵，毋是干那屏东人会厂商支持，全国拢会支持。因为做广告，即个产品是全国咧拢伫遐做广告啊。因是县政府邀请全国的朋友，逐个拢去看，阮伫遐看，感觉伊比咱较无钱啊，办啊足热烈啦吼。所以这政策的问题，处长哪会当？主任秘书嘛袂当回答，一定爱馆长回答。吼，所以即寡真足奇怪，所以你会希望讲未来馆长吼，伫议会这个府会关系吼要改善嘛吼。对。啊，也有其他部分要改善嘛。我想要借即个机会，我嘛爱甲主席报告者吼。我拄则有讲着讲，我咧处理一个案件，就是讲有甲即个囡仔，当然因私密部位受伤，共一个班。佫毋若一个囡仔有即个状况发生，啊，因为即个囡仔大概拢2、3岁，所以其实因的即个表达能力其实真正无遐好。但即个代志其实对我来讲，我上注重的是咱教育处伊的态度啦吼。会当讲是家长啊，干那要为着看即个监视器，主席你敢知？过年半才看着。这中午是阮一直咧甲我开3遍的记者会，一遍佫走到台北。甲即个林月琴委员做伙开的，有2遍我伫中华开的，伫咧即个机会即阵我嘛问2遍。会当讲即个案件年半以来，咱一直足想要希望讲，你作为一个咱中华县的教育处，你本来就是爱甲囡仔、甲家长徛做伙。你讲监视器是？就是讲县府设的还是？毋是，这是伫即个约定内底，但是伊已经有交互县府啊。但是县府，咱家长要甲县府看的时阵，伊就开始真侪理由，这袂使，这违法。安就是县府包庇嘛，讲较歹听嘛。即个部分就是讲，尾啊，当然我嘛有听到人讲啦吼，县长就是希望即件代志冷处理。所以啥人我这年半来，我逐遍足奇怪的是吼，只要比如讲我开记者会，记者去甲处长问，处长就讲哦无问题，这阮一定配合，这乌因若要看都用看。但是记者一走了后，咱要甲讨的又佫无啊。的开始各有各种理由，所以他们很知道怎么应付媒体。因拢知影真知影讲，你即阵时阵我要哪应哦，我知，是哦，阮会改进。但是你县长自头到尾，你拄则开始你敢有表态？你就是无表态嘛，甚至是因为你有可能当，这是我听人讲的。如果你是要求冷处理，那也很符合我们看到的状况嘛。无因啥咱弥补，你若有心，你像台北、台南，进前拢有相关的案件。我甚至我嘛敲电话去问其他议会。其他县市议会议员，因的做法是安怎做的？伊嘛甲我讲无可能，因一定是会甲家长徛做伙嘛。你哪有可能会变做是哪咧阻碍家长看正常的即个角色？足奇怪，非常奇怪。所以这非常离谱。这就真正咧讲是讲较歹听，就是县长吼无尊重议会啦。吼，这议会的执行权。县长袂当拒绝啦，而且即款代志，咱会使冷处理这个。佫有啥物代志？你讲希望未来新的县长毋通安尼啊？还有啥物代志？当然就是讲即个有当阵吼，阮其实有当阵咱私底下，阮一寡咱党内议员吼，大家拢会讨论啦吼。咱会感觉讲有一寡案件是毋是讲有？毋知有没有这个颜色之分呐？吼，当然像我伫即个头一年做议员，我都有提案，吼，咱伫即个公共的一些厕所的部分，尤其是男性厕所，我们都要加装这个迄算是一个塑胶棒啊，会当互大家这个尿布台。其实这就是一个塑胶棒，迄嘛真俗的物件。但是你有这，尤其即马咱少年，我们年轻爸妈来说吼，其实这毋是没有谁特定的责任，爸爸嘛会使做，妈妈嘛会使做。尤其恁即马，恁拢希望讲中华是一个嘴巴上都说宜居的城市，但是你若上基本的，我今仔来即个公园，我要换，你叫男生怎么去换？你没有给他一个空间，你没有给他一个场所，伊要安怎用？甚至是你干那放伫女生嘛毋对啊！即个代志毋是干那妈妈会使做，即个代志我嘛甲讲过2年啊，但是我毋知影一个遮尔简单、佫俗的物件，我觉得没有理由做不到。当然，阮党内有当阵都会讨论嘛，是毋是即个颜色不对？我想要爱做真互你，
我想爱做即个，互你来做未来你的国民政党的议员对即款个无咧关心吗？当然，伊若你讲有颜色之分，国民党议员若出来就顺伊就会做啊。这应该是讲，就是我们党内自己讨论，有些事情咱感觉讲其实无遮尔啊困难。吼，你今仔讲你若讲这经费爱真济，也是讲这要处理起来真正无遐简单，但无话讲。但是就我即个案件来看，其实你伫中华区公园的公厕里面，也是讲咱一寡官府、一寡大楼内底，哦，你内底你的本所要设这个物件，我想第一点真正无啥难度，佫毋免开着啥物钱，所以大家其实加减减拢有拄着即款问题，就是即个物件其实无困难呐。当然，咱袂当讲一定是有即个颜色之分，只是说有些部分我们会匪夷所思。重点是伊佫无法度互咱一个理由嘛。你无做的理由是啥物？希望新的馆长袂阁做安尼啦吼。是。就你看数月啦，伊若做馆长应该是袂安尼啦。伊做数月啦的个性甲伊的做法，吼，大家拢知影伊比较较亲民啊，较无伊也无咧分讲，较尽责任啦，吼。伊袂甲你花安尼推，哪有一讲阮看者资料年半，无种个代志吧？即款诶，我第一摆听着，哪有讲年半，拖一个月就已经不行了，对吼。阮做礼拜五，国民党时代，阮咧做礼拜五啊，要有啥物病啊，发生啥物代，要去看资料，因差不多一礼拜就讨出来，甚至派人来甲你说明。一礼拜就已经差不多了嘛，因传一个，他有人传年半，迄根本就是毋是两处理，迄是就是讲较歹听不甩你们啦。所以咱希望即个新的馆长吼，袂安尼啦。我若数月做馆长，我相信是袂安尼啦。数月咧，伊伫种啊南部较伫北部的部分，你地方咧行，感觉安怎？其实我一开始完全抑阁毋捌看过数学馆长，伊就像主席嘛知吼，因为咱完全是无共选区的，咱南中华、北中华。但是我一开始听到是为阮一寡，阮咧走通的时阵，有当阵有即个分园的，因为当阵因为较近嘛，有当阵因离即个园林其实真近，所以因有即寡案件会去找即个数学立委来即个来澄清啦吼。所以我是头一遍我听到数学委员即个名。是为民众的口中去听到，因讲，我有一寡案件吼，我拢有去找即个园林的立委呢，伊嘛袂讲互阮分园的，就袂甲阮做呢，人真好。有当阵咱咧走通加减拄着，人也讲，你有需要服务的，甲阮反馈，讲免，我园林的啦，阮迄区我拢找，乡我拢找即个数学委员，所以其实。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口碑啦吼，咱伫外县，咱伫其他的即个乡镇市的会当听到，过去可能数委员伫伊的选区内底2届议员、4届立委，会当讲是非常认真。我嘛毋捌听过有人讲伊有咧分啦，袂讲因为你有听我，无听我，也是讲你是民进党的，你是国民党的，我是从来毋捌听过。本来就袂使分啦，你选举前有咧分，选举后就是全民的民意代表。对。县长嘛是全民的。总统嘛是全面的，总统嘛无讲我选前你有支持我，有支持，本来这个观念就毋对啦吼。当选了，吼做县长就任了，你宣誓就是讲咱就是中华县的县长，毋是倒一种县长，本来是安尼啦。那有种观念就是毋对啦吼。听讲起来是讲，县政府对议员毋是足尊重啦吼。县政府对待应该做的代志吼，毋是足积极啦吼。我相信新的县长若所有啊动作应该袂安尼啦吼。伊的个性是袂即款的代志啊，无啥物利害关系吼。即款就纯粹就是百姓吼，特别种囡仔咯，啥物民生问题，也无啥物政治问题，也无啥物。我袂当了解现在做那种事情不做吼，对吧？所以最近数啊到起咱中华区啊，像北中华咧震动。非常定。逐礼拜甚至是2、3工、1、2工，你就一定会当看到数学委员。伊顶摆有来遮上节目，伊有讲伊为着安尼特别将竞选总部嘛设伫中华。对。像一方面是县政府是中华嘛，但是伊虽然是南中华，伊的
基本盘是伫园林，对，但是园林的服务处继续存在是，但是建设总部设伫咧中华。中华市对。哦，你叫伫个平路遐嘛吼，对有足宽吼。对。伊讲就是安尼，要向中华北中华的人去说明讲，伊的政见、伊的做法吼，是。这是正确的啦，正确的吼，就是因为小可阵咧选举的时阵，咧初选来讲吼，南部有较差啦，迄阵点摆佫中华市佫出2个人吼，啊，所以民调来讲就分开嘛吼。啊，即个福建有出来选嘛，足奇怪的，哦，伊出来选，恁敢有听到啥物代志？我是听足侪啦，哦，伊出来吵多少有影响啊？毋是无啦。对。啊，但是伊应该是希望不大啦吼，啊，显然要出来选，就很奇怪的现象啊。对，当然，大家是较无预期到即件代志啦。应该是讲，大家当初是伫参加就阮的了解啦吼，伫即年初即个初选时阵，大家其实应该着讲好啊。不管像谁出现了，咱其他就是应该大家拢要团结做伙嘛。所以，就第一时间咱会当看到，包括徐宏委员啊，是讲谢元市长，他们都第一时间展现了团结，也很尊重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啦。对，所以当然，基础这个分裂的状况，绝对是我们不乐见的。但是当然，我相信所有即委员，伊真正嘛非常拍拼。但咱拄则主前有讲到，过去南中华大家较捌伊，但是北中华对伊无一定遮熟悉。所以我想，即半年来，伊的知名度，自一开始咧走时阵啊，迄个听讲县长有一个迄个园林，迄个像，迄是像哈。到即马，大家其实会当叫出所有委员的名，代表伊的知名度，甚至伊想要做伊的政见，其实大家拢普遍拢知。走啦吼，北中华有咧走啦吼。是。北中华2个议员，连2个立委拢民进党的吼，伊拢会斗相共吼，小芳甲秀宝委员。秀宝因2个拢会斗做相共吼。不过市长的部分呢？市长，你讲咱这部分吗？对方是想要出来选？咱现任的代表会主席陈文彬陈主席。几个人要出来选？目前应该是2个，但是嘛有听讲顶一届有参选即个黄玉芬，嘛伊有讲有想要搁选啊。当然。伊毋是踮足久咯。嘿，目前是搁走摊是无看到。我踮仔看迄一个看板，一个查某，做啥温家英啊。嘿，尾啊，伊甲陈文彬初选了后，伊就转来继续选议员啊。初选的结果是陈文彬出线。看板还是写市长啦。嘿，敢若有诶还袂改着，有诶有换，有诶还袂换。所以要选还是伊敢本来议员？嘿，伊即摆现任的议员。我若坐车139坐车过拢看到啥物女性市长吼。嘿，郝市长啦吼。好。写一个女子安尼，一个郝安尼市长。是。我计是要选市长，会选要选市长无要选啦吼。无，即摆是议员啊。所以若安尼我看，因为即摆咱的议员，特别咧民主进步党议员，程度拢足悬，学历拢是足悬啦，所以水准也是足好吼。啊，所以当然，阮当初咧组党的时阵吼，受着足侪阻挡嘛，就是讲。只有组党才会当对抗小的恶势力，甚物对方较早的警总，对方较早的国民党乱七八糟的地方的恶势力，地方的像金钱财团吼，是，所以咱应该大家较合作，较团结的吼。像福建有听讲有幕后有一寡奇怪的现象，有人咧吵，有人咧研究啦。阮是甲伊真熟，较早伊拢伫阮。原来系统咧出入嘛吼，做法有点奇怪了吼，有诶是讲莫插伊啦，反正伊多少会抽咱一寡票啦，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啦吼，没有那么严重。较重要诶是，咱当然团结吼，甲北部北中华部分，甲所有加留一寡票，当然你家己上了，家己啊咧个当选，连任当选吼。是啊，恁即个感觉咧竞选，讲有啥物困难？
比较困难是啥物代志？你讲无你直接。你家己的选举，当然，即届会当讲人数是减真济，但大家拢感觉讲恁人即边较少较好选，其实你是讲候选人减真多嘛？对，顶一届是23个嘛，即摆目前登记的应该，即摆有确定的较有咧走，应该是14个左右。啊，要当选几个？要当选12个，咱即区减一席，所以原本13席变做11席。但虽然参选的人较少，但是即边出来，大家拢是强棒，当然有市长、有乡长，吼，大家转换跑道，所以讲即边会当讲是非常竞争啦吼。大家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把握，所以咱会当做，咱就是家己该做的工课做好。你是无问题啦，不过袂使大意啦，是袂使大意啦吼。继续拍拼。继续拍拼吼，啊，今仔真欢迎咱中华县咱县议员，阮叫你北京语吼，徐雅玲吼，柯雅玲吼，徐雅玲小姐，徐雅玲议员吼，是咱即个亚洲大学的学士甲硕士吼，程度足悬，服务嘛足好吼，咱希望伊会当当选，继续当选连任吼。今仔真多谢也真欢迎咱的柯议员来上咱的节目吼，谢谢。多谢各位，谢谢吼，再见，再见。